台湾是一粒自然生态真澎湃的岛屿，四界拢有真侪古水佮趣味的生物，咱毋免走足远来当看到因。会使讲因就住伫咱的厝边。今仔日有3只细尾虫，要甲带路虫阿婷做伙四界踅。咱即马就斗阵来看卖啊！今仔日因会找到啥物？你来啊！我咧种花啊。还有花吗？种草啊。恁敢会晓？恁来。我都无改见。你无改？哎，你无，我皮在我会晒皮，我暗时困袂去。真的？恁家己一人摕一个，啊，我家己透。要种落爱用啥物？土，我要关顶迄个。啊，恁拢有搞着袂？放一点仔土才插落，啊，搁放土入去。安尼啊，安尼恁较快，恁较袂生气土欠伫啊。这本底是我以早种的土，啊，拢无咧用。哎呦，哎呦，哎呦！恁敢有看过鸡母虫？恁敢知以前会食？因为应该因为食土啊。哎呦，这有一条较特别的呢。鸡母虫变做虫包的时阵，伊会伫咧土内底用土做一个房间，你就会当看到伊的舌啊，甲伊的巴肚。恁一人一个箍啊，恁甲虫捡出来。我有看到土喺顶当。恁有当咧背看到土喺顶，只。有迄个身躯内底有乌丝啊，伊的面是红色。你学，我今日这样子我教。你看伊伫咧种土，伊放伫土骹会安尼哦，伊用脚只片行路，你看。我甲伊按过啦。你甲伊按过，伊就袂行路啦。你看伊若是放咧土顶悬，足紧就无去啊。好，放了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。哦，这两只无去啊。好，这两只上紧，这只较大只，较慢。恁敢知伊啥叫鸡母虫？因为是某的。毋是。因为鸡啊就该食。哎呦，对，因为迄鸡母吼，像咱遮若是后壁若是有饲鸡啊，甲土掰开了，看到鸡母虫，伊就甲食掉。啊，所以鸡母虫的名是因为鸡母最爱食伊。好，啊，恁紧甲土甲伊拔的。哇，我天才！哦，佫一只。咱无用规半步，咱来切龙来食，咱来菜龙来食好无？你等下要请别人食，来一人一支手螺仔互恁，往来皮凊彩后袂夹夹的，会当帮我做一件代志。你叫我帮你啉去。无，你帮我倒入去。啊，顶起怕太高啊！规个倒入去。啊来用，咱用手甲戳戳的，倒一点仔入去。你哪这是啥？唔该，酒。嘿，对。酒会使做高食。好啊好啊。你做优秀。我今日要啉。你较紧嘞。好，啊你搁倒一点仔。种这等下别人啉酒。啊悄悄的，恁一人摕一个鹿啊，恁等下吼就是甲恁头拄仔戳过的这，啊这吼就是有一寡动物足爱食的果汁无，咱去吊喺树仔顶，啊看有啥物虫会来食咱的果汁条，我要吹好无？嘛会使安尼。啊，等一下，那有这迄是老汤啊。你若顶来去掠遐生意上好。真的哦。好，啊咱看完才来看咱的果子蛋有人客无？好，啊咱等下才过来顺。哎有。行。恁头拄仔，咱头拄仔有看迄鸡母虫会变做金龟对无？啊，我有看到一种龟仔是大只的，啊，而且头壳有角哦。是毋是啊？啊，恁要找看无？嘿，恁哪会知影是鹿角龟？因为我还好吃。你去看恁的观察啊，吹到的人甲我叫哦，吹到的人爱甲我叫哦。我去走啊，拜拜。我唔知係啥，我叫有尖的应该有。我记得当然来这有尖的。我那我是我在尖的，有尖呢。有汤匙啊无？有汤。迄是迄个高血啊。你想要分无？
啊，我要疼死啊！我要疼死啊！这是啥？你攞糖的卡吧？有，痛糖。哎呦，叮当咯！这是个神啊，神的卡啊！好卡哦。这是啥？我刚刚是干嘛？你哪哪找到的啊？你会当轻轻甲摸看嘛？你讲掠起来？我掠，听伊想黏落来黏掉咧，掠着，帮我扛入去，我阿爸咧摸的，你看，刚刚甲摸的拢有啊。啊，伊变过，我唔敢掠。伊等下迄边。OK。你妈拢黏在囡仔边啊？辛苦诶，摸的无共，刚的有共。恁摸因身躯是啥物感觉啊？摸摸呢？有摸。伊摸摸，而且佮定定足定的。足恐怖的。恁头拄仔找的这丛叫做白加油，恁要找有落甲久的白加油的时阵，恁会当找看觅伊身躯顶面敢有这种，那就是因为食过的所在，我就一挺还敢空一只，这就是伊旧年进前食的空脆，啊，迄树啊家己就会好去啊。恁摸看觅是粗的还是油的？粗的，这粗的，做粗的哦。这较好摸。较好摸的这种吼，这可能就是今年因食。啊，你刚才因安怎甲用开的？用迄个干嘛？夹啊！用伊的角哦，头壳顶这支角哦。该蒸落。用角甲蒸落哦，毋是喙头前遐定定的所在，伊会当用安尼，用安尼甲伊吐开，安尼伊就会当食到内底流出来的汁。鹿角菇是台湾第2大只的金菇仔，因的特色是头壳有一支四切的角，通常体型愈大只，头顶的角嘛愈长愈粗。是真有气魄的菇仔哦。树身一条一条的空喙，就是因为着食树泥，甲伊吐破的。所以咱嘛会使用这来令鹿角菇上喜意的白加油树哦。啊，恁刚才还有啥爱食这种汁？迄个两支角的遐啊。两支角的。毋得用。蒸菇啊。嘿，啊嘛有人讲煎仔菇，就是因咧头壳顶迄两支做成个夹落的夹刀。对对。啊，因嘛会食这树汁，像这话死去了，因就会分开。因为鹿角菇变大人以后吼，因的最后一个任务就是赶紧要交配要生囝。嘿，啊，公的交配了，足紧就死去啊。啊，母的伊就去找所在生卵。因为公的吼，因为着要抢这树仔食物件，啊是讲要抢母的去交配。啊，所以只要拄着其他公的吼，因就可能会相拍。啊，所以因头壳顶这角就是起来相拍。恁有看到这种角有几个分叉？有4个。嘿，啊，这就甲咱台湾的鹿仔同款，所以叫鹿角菇是安尼来的。因大细只，你敢知影是安怎来的？第一个可能是安尼，就是因爸爸妈妈可能本地就较细只，营养不良就会像安尼，吼，伊就较细只。啊，第一个那样不嘛？甲虫身躯的毛是用来感觉的，尤其触角甲脚顶悬的毛上介敏感。你看伊的骹，甲我掠条条有无？你看伊伊足疼的。伊只有2支。啊，足疼！你莫甲伊惊啦。因有当啊相拍的时阵，伊若摸无掉了，随去用撬一个杯喙啊。你嘛要试看觅哦？看你也无法顶。伊讲掠会条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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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恁头早有去顺啊，是无？有啊。啊，我嘛要去看，恁带我去看，看有找着。哎呦，有啥物人客来？哎呦呀！第一站。阿和龟鸡蛋。哦，阿平，你过来，阿平你过来。虎头芳吧。你感觉好？要紧，我甲你讲，迄确实是虎头芳，无毋对。哦，这种其实是介歹哦。安尼恁同家，恁先卖画过来，我去摕整挂你看，敢好？好不？伊搞加着，那我人要来加看卖。哇！会当做鱼糕的。超疼。咱一般讲的菇仔，嘛有人讲甲虫，就是咧讲即寡身躯像铁角的昆虫。定定的外壳，毋但会当保护因家己。咧飞的时阵，头前2片定定的丝仔，就亲像飞行机同款，互空气造成扑力，会使帮助因飞去天顶哦。这也是宝
嘿，你哪会遮厉害？这只是公的真牛啊，对吧？啊，这只是母的真牛啊。咱伫咧较浅山的所在，才食看到的真牛啊，这种叫做边真牛啊。恁敢有看？恁敢有感觉伊的身躯做变的？有啊。因上爱秘伫咧树皮，才有一个红点有无？我看，有，但是伊加。头拄仔甲我夹落去的所在，你看伊的喙只尖，伊头拄仔人甲我夹落去，足疼。到人要互伊夹看觅？公的甲我夹着足疼，无毋对。啊，无加会较甜。母夹落是会喷血哦，啊母的真牛仔就像夹刀甲你夹着，嘿嘿，真正会哭哦，真正会流血哦。哦，所以恁看到真牛仔的时阵爱细腻哦，因的喙边的这两支角，哦，就是起来小拍。哎呦，哦，就是耶。啊，这只是啥？这嘛是真牛啊。啊，恁敢有看伊边仔咧叮当的这两支真牛仔有做地种？边仔才有两点有无？两点乌乌的，这就是伊上界明显的标志。伊咧食物件的时阵会伸出来，像恁头拄仔用迄果子汁，伊就会去用迄两支去甲伊处理。这有一只，这嘛有一只。你手上大，较细支的。我手上大支啊。这是我的吗？对，伊即摆咧假死哦。你看，恁先看卖伊对伊骹，啊是毋拢揪起来？啊伊这就是咧假死，啊伊变过来是会生做安尼哦。骨哦，啊你要摸无？啊，青地共款。啊生地共款。有好你要试看卖无？这个漂几遍？啊，这种撇骨吼，你看伊，我就唔是这你看我甲伊掠起来，就一直撇。啊，伊遮有一个长长的，这支长长的就是伊的机关。恁敢会晓用安尼发出声音？啊，伊嘛是哦，伊迄支机关嘛是一直出来，来吐气的时阵伊就跳起来。那每一个人的水果蛋拢有人客哦。水果蛋迄个收店的。呀？你仲搞假咧？你假人吗？鹿角菇的身躯顶上界出名的，就是因头壳顶迄支楚果兼分切的头角，伊毋但好看，阁真有力。鹿角菇会使拖皮，家己当100倍的物件，阁有法度甲500倍重的对手压起来哦。恁笑我圆圆了后，摕一个鹿角菇的角印落去，安尼就有一个号啊，有无？安尼角就会摆去。